周边的相关的建构台湾的生态圈。好，不过呢，提到了我们看到整个半导体的产业啊，当然，半导体产业我们看到台湾当然在世界上有一个非常独特领先的一个地位了，所以大家形容我们叫细岛。但是现在的细岛，我们的底气要守住啊。我们看到这位大佬啊跳出来讲话说，我们细岛这个政府要帮忙啊。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就讲了，而且呢，他说 IC 设计大家都眼光放在晶圆制造，放在硬体上头 ，IC 设计也很重要啊。为什么？到底最近发生了什么事让蔡明介先生生气了？国珍哥，你的看法？对，蔡明介其实是代表整个 IC 设计产业，是 IC 设计产业人联名要他发表白皮书，因为 IC 设计产业人觉得自己像是个孤儿。喺北京國事訪問嘅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討論俄烏戰事。桑切斯會後見記者，話向習近平表達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關注，又話支持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舊年11月提出嘅和平方案，包括確保糧食同能源安全，鼓勵習近平同對方談話。喺經貿問題方面，桑切斯話希望喺互惠基礎上同中國推進建立平等關係同埋增加透明度。桑切斯離開北京之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同埋法國總統馬克龍下個禮拜亦都會訪華。有法國外交官員話，馬克龍會向習近平表明中國可以親近俄羅斯，但係有一條紅線不可逾越，就係唔可以因應烏克蘭戰事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翻嚟新聞時間，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會見馬來西亞總理安華同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習近平話：近年亞洲地區保持總體和平穩定同快速發展，各國應該堅決反對霸道霸凌，明確抵制脫歐斷鏈。由伍家耀報導。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相隔4年再次嚟到北京同習近平見面同會談。習近平話好高興李顯龍來訪，話對方係來華訪問最多嘅外國領導人之一。中方始終將新加坡擺喺周邊外交嘅優先方向，願同新方加強戰略溝通，深化戰略對接。中新是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且為地區國家呢樹立了一個標杆，有一個示範作用。習近平又話：近年亞洲地區保持總體和平穩定同埋快速發展，整體崛起勢頭。區內國家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嘅亞洲特色發展道路。各國應該珍惜同維護好地區和平紅利，應該堅決反對霸道霸凌，明確抵制脫歐斷鏈，唔允許任何國家剝奪亞洲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嘅權利。李顯龍就話：特別因為睇到中國各地嘅生活已經從新冠疫情回歸正常，樂見中國強調經濟增長，有信心中國經濟會持續向上，期望此行能夠為新中合作注入新動能。習近平星期5亦都會見咗上任馬來西亞總理之後第一次訪問中國嘅安華。習近平話：今年係兩國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10週年，而出年就係雙方建交50週年。雙方要統籌推進好下階段關係發展同各個領域合作，不斷提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水平，推進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等等嘅重點項目。安華就強調高度重視同中國嘅關係，又話馬來西亞反對陣營對抗同埋強迫選邊站隊。Now TV 記者吳家耀報導。